大家好，我是潘叶春，欢迎收听台视如何吃。今日在节目当中，我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，是一位当地人世界小朋友哦。介绍下就请记了大家来自我绍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弟姑，大家定我是马莎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钟伦勇，阿弟姑，今年11岁，国小5年生，佢就係我媽媽潘葉春，廣播老電視節目嘅主持人，也係專業嘅配音員哦。我哋今半年我是新中了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潘葉春。就俾打開啦呀！那跳白就會裝過世的人。你弟，妹妹，我们一起学好不好？學白公白婆哦，哈！阿弟姑，哎，你心部有3街6巷9宗祠369，弄好几哈，加起来多少？ 369。什么360？3加6加9啊！这是我妈妈的猜测。你也去好的哦，我是東河。真緊哦！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按咗。呢個相差，安全帶睇好耐哦。因為你兩隻的體白彈吐出來了嘛？我唔係哦，直接從頭出來了。啊，你個，你包包裡都有帶乜嘅東西嘛？充電乜嘅？飯、含乳水、手機、你手機要做乜嘅？高鐵做。所以啊，原料你愛吹了嘅地方哦。好。我聽講啊，吼，暑期動厲害係啊。係。唔好負責帶路哦。好，冇問題。往哪裡走？往西，然後往文昌街，前往安和路2段。哦，等下聽你的哦。好。向右轉。哦。在500公尺處。我自家本身呢係順種嘅客家成員啦，因為我嘅爸爸係那個江南人，我媽媽係虎口人，所以我係講海陸嘅。不過咧，我自家咧從小係喺台北大嘅成員，所以學客家話是從小咧是喺屋下啦，阿公阿婆爸爸媽媽講客家話之外咧，韓國到泰國後，因為去參加那個歌謠班，將自家客家語言學下來到。目前咧，我係一位廣播電台嘅主持人。在民國86年嘅時間，因為中國客家平台成立嘅時間，開始落到廣播嘅，一直到兩下。係咪嗲啦？係啊。錯啊！看清楚。溜架子。溜架吃湯。係啊。中吃。哦，嚟，細細嚟。先生好。阿春姐。哎，你好。好。先生。恭喜姐姐。哇，先生，
俩六母的刺通很酱哦。系啊，你150人烟哦，嘿。 150人烟，你还忙出世，阿妹你还忙出世，还忙出世系啊，你是新妇的劳改啦，新妇的劳改，嘛，讲到劳改啲啊，对啊，嘛，讲到劳改，老街就系新妇劳改哦。你是刘氏家庙吃通啊，你头发有烟袋，你还没有烟袋哦，你啊还有烟袋，你的古迹我会，不过你还很有烟袋地袂袋，现在我强教你一下，信不入吉条路街。去倒挑的倒咯，挑路街嘿3条， 3条路3街，条哪3条呢？你还很看的啊，和平街有没有？和平街拉2条。中正隔壁嗰条啊，吼，中正路线啊，你还讲过2条，有冇？你开了2条，有冇？在高速一点点啊，哈，是成功街是上水村2条，新公路，嘿，新公路。俩都很酱哈，强，系啊，你看俩萝卜就运动酱哈，看到从运动豆的俩仲系拍扁呢，嘿，李岛的特色有3豆，三豆、3豆啊，哈，体育豆、体育豆，汪饼豆有吗？也就系拍扁，帮的俩仲系，平鱼豆、公民豆。那先问一下，你哋捌个按到公民豆冇？科举考试的意思。哦，强，第3豆看得到吗？有一只有没有？尾翘翘，嘿，尾翘翘哈，叫做翘乌，翘乌，讲起来燕尾有没有？翘乌豆这。像乌的尾最强龙翘翘，你啊，是3豆。你哋俩豆系某个地方是服侍阿公婆的蔬菜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有啊，蔬菜，哎，阿公婆的嘛个，祖先的意思。你用唔地咯？你按翘。哪有摆阿公婆啊？错啊，我都没有摆阿公婆。哦，吵死了你。呢個其實係另外嘅都市都風紀嘅世界，其實可以說講客家話咯。因為嗰兩時也全係培養最無限嘅世界，所以佢做得講係當然哋嘅談客家話嘅，哪兩時可以學習客家話，嗰時按到啲阿妹有傳統嘅嘢，其實可以學到客家話，一起到呢一下。成日學客家話其實係最佳嘅，日本佢買嘅東西，佢就吸收買嘅東西，因為佢從一地海面強咯，所以咧接地府下啦，也係講啲學校佢咪要學客家話，呢地府下是盡量係攞成日講客家話嘅，本佢習慣嘅客家話，我相信佢涵蓋客家話，自然啲佢也會談會講，韓國佢也做得繼續嘅傳承下去。你同来看，咱系信府哦，另外一间动有名的刺通林氏家庙，你用啲想恁咯，看到你啊！哎呦，真太啦！哎呦，你很聪明嘅，你慢慢讲呢，有注意啊！真太，嘿，通另外一间冇强咯，你啊，你信府有3街6巷9宗祠，369，东后几号？加起来多少？369。什么360？3加6加9啊！你冇講清楚啊！給我369是339。18。係咩？一3屆6項9種詞係乜嘅意思？3條街頭面講倆，有冇？有乜噶？
中正路，中正路。成功街子里道，有冇？还有挑战大家和平街，红咩样嘅咩？你新不动都红了啲啊！九種寺挑戰一隻，呢下一隻。新不係春推灣最多種樹嘅地方。落樹咧，你先落水咯。那书记都来了。地铁啊。为什么放在那里啊？长体啊。为什么藏起来？加妹地啊！嘿。来5、4、3、2。大家好，我係莊倫雍阿弟姑。再。再给你次机会啊！啊，我知道。讲不好，我手机没收。新埔係春推灣最多種樹嘅地方。落樹咧，你先落水咯。你看落水，呢度咧就躲一下，山水一下哈。順便同你介紹一下林氏家廟。好啊。體質特色，你啊，梗係呢媽祖坡。媽祖坡。對啊，媽祖坡。大陸大過攞嘢。冇住嚇。體質同你話。又看到一隻新嘅嚇，Q嘅嚇，因為你整修完畢啊，你一破掉嘅，你補一道，爛睇嚟嚇。不過你完整保留啲 Q 嘅。來考驗一下，媽祖姓什麼？媽祖姓乜㗎？林。係，你想林客家人，現該嘅媽祖婆，係乜嘢啲啊？祖姑。用愛我啲咯，啱啱講呢，因為我係教醫嘅，我唔是教醫嘅啊，好咧，你100分好咧。小小主持人太空洋，像钟润勇來做小小主持人咯，同人觀眾朋友嚟收機也連播嘅感冒。媽媽咧坐喺度旁邊聽書，由各老師來評定有幾個冇？好。論語咧，我講嘛，挑戰先生跟我講，抓到。林家。好，5、4、3、2。根本來到了林家祠堂。你看到有媽祖，你媽祖坡，你獻給祖姑，將兩個燉呢處地，佢係梅酒來嘅，梅酒分半派，總係童年，跳舞發現機，起飛日本，向親朋友大家啲咧麼？先生，梅先生要貼嘅麼？100分，好，100分。你我大家還有100分麼？大家還有100分麼？有100分也過。
转，你攞頭你嗌下，嘿，你頭呢？因為樹頭有到橋嗎？有，吞吞佢幾多年50年， ？50年啦，剛愛上十個課，家庭。啊，做嚟吞佢，佢咪唔地8年嘅嘛？咁樣咧，好，你全部係木頭做嘅，樹頭做嘅。好，好該你嘞， ，OK，康樂儀。跳大娘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好，妹妹好。啊，啲工友看到啲動靜哈，有動條路頭嘅位置，東西哈，好，你來吞吞佢，你啊動走以前乜嘅啲，小朋友嘛嘅，雜貨店，買雜貨唔錯，轉一圈看一下，嗯，買嘛嘅，買照，買照嘅，呢一下就買照啦，呢啲啊就買照，你挑緊咩都買買照咗？未啊？還有買嘛嘅，買飯，買餅，唔錯啦，跟係老闆娘同你講話，根本挑緊樣，挑工用請問一下，挑白了見店係媽媽買嘛㗎？挑白係啲灌木啲老樹，就老樹，因當係棺材，因為咩裙裙嘛，喺佢因為那攞裙裙，就地打佢嚟啊。那挑白就會裝過世的人，呢啲，因為那裙咯。春女兒，我衝啊，唔係一，點點出。哦一點點衝，點點出。平時間做嘅，係，然後做早午餐，早午餐，所以是照意思課時60盤呢，有盤，你準備下班呢20盤，20麵，20板條，還應該2片油濃炒飯，炒盤，那就做得持續盤，做的一個係 XO 醬炒飯，然後應該自家做嘅醬料，米係新埔嘅米，然後還有倆係意大利麵，佢係用黑胡椒醬，嘛係應該叫啥自家煮嘅，啊你兩個係啱冇？係應該冇。妹妹，你幾多歲？4歲。啊姐姐你幾多歲？7歲。你有讀1年生嗎1年。啊妹妹咧，讀幼稚園，啱嗎？姐姐講你幼呢，你讀喺幼啦。你覺得挑家娘住嘅好選嗎？更好食。都好選。什麼呢？啊，做埋呢啲啊，會上講，會撈兩乾脆點，個樣係蠻少嘅。你下因動手會弄到灌木咧，你係火炸，多種係下火炸下多。所以你是上過。你老母妹半支打鐵，留下來做啲副生意款，你ทั่白冇係安用嘅。嗌杜好嗌老公去做事，啊，所以你是撈啲兩個一下是賣事係，然後有呢係糖到地咧挑當落來佢，挑白咧係馬嘅東西會冇嗌咗啥，撈佢講咧係啲挑白講。太乾木嘅講誒，倆薯條倆。係倆。哦，所以倆條就是倆條真緊又乾。真緊又乾乾誒。老樹。留下來做裝飾這樣子。我哋做通順嘅花，
白兔安样呢？跟你等下告哥哥走的吗？走的。走的了，妹妹你有走吗？你等一下教哥哥画糖霜饼，走的吗？走的。啊，走的啦，走的，你还绕跳，也还点跳。台语写字全部做好，自家嘅通顺了，嘿！比可能马上下讲，马上下等音写，都懂的音写。都懂等音写哦。阿弟哥，跟看今未来了，又好学，又好聊，又好教，你去到又欢喜啊？懂欢喜。懂欢喜。跟有咧回馈一下么？跟你教那个妹妹客家通呀。白公白婆。妹妹，我们一起学好不好？好，白公白婆哦，哈。阿弟姑。白婆跟你去教。嘿，好来，阿弟姑准备咯，预备开始。白公白婆。冇吃过。吃炸阿伯冲皮婆。然后你讲是在阿北冲 people， 猪用了冲用头，猪用了冲用头，爱是你秋是，爱是你秋是，唔是我也无奈何，唔是我也无奈何。第句来了领导有看到哈，有。那其实俺唔系按照专业导览员领，领导系俺全紧的工作，哈，有看到领导线啊哈，你有来通通看领把东西。参法。参法。你用啲领系参法。就是你两沙底下讲喺度看到。哎，你两沙对不对？你还打嘴鼓，忙流去你耳朵用安尖哦。你公棒都安全。系啊。啊，参法会做乜噶？唔知。该怎地？哎，你请哎你的信上，然后大家都解释下，嘛个我都参法。其实讲全紧的哈，客家话直接翻国语。讲参法。嘿，哎你的 Q 名按照有的原是讲显法，其实按照寸显法。哎，你每个月嘿寸下来的。哎，你个刺绣有冇？刺绣。寸下来的时，哎，你有唔盘得丢它，该买千麦耶。错。是慢慢通因寸一点点的锯哦，用太机，用太机，用太机，一圈音，唔系一张音，系一圈音，慢慢研究出来用音。因为哈，按你刺绣的时间来哈，该针也有按用咩咩？有没有？赖起来打结有没有？也有这种动作用缠的啊。是慢慢演变出来，永远。阿弟姑，你来看一下哈。俩是按你结婚为用到的，有没有？啊，其他当然讲吼，结婚信用用俩的。哦。好，俩系嘛讲哩啊？石榴多子啊，大家红色的呀。希望他赶快早生贵子，多子多孙啊，会叫。莫俩，两边的妈妈带的鹿，按你系假借福禄寿喜呀。那个路不好做啊，我们就做梅花鹿。希望这个新娘娶进来，我们福禄寿喜，官禄还有福气，嘿，做得大过咯。但是以前你
信用差不多人是45岁，哈，很懂后生。嘿，那家妈妈几多岁？差不多30岁。我家奶奶呢？家婆呢？家婆啊，应该没。20岁就来讲啊！我不可很浪费。好的，等一下。去吃啊，没有人阻止你吃啊。龙娘冲，自己冲，龙花树号吊灯笼，电笼到，吊起风，电笼啊，电笼卡，好怕去不去，哪来手惯去？但以前你信用差不多人是45岁，我家奶奶呢？家婆呢？家婆啊，應該未。 20歲就嚟講啊，差唔多係成日唔會講，差唔多係50歲左右50歲啦啦。所以該嘅書台只讓啲嚟沖燒。哦，做得雪到崩水。嗯，龜代表沖燒。嗯。聽啲咩？ 这是我的成品，小山坡。你阿手係愛嘅做好嘅選品，大家講要唱麼？冇唱，我哋要唱乜嘅啊？唱阿呆。好，任務來了，我嘅媽媽請假，一下咧我唱阿弟鼓，來聽媽媽咧我裝扮嘅動靜，再同佢協商協下來，做得冇？做的。來了。 你係胸針啊？你係咪出跳哪路嘅？ 你去為俺做一件個阿妹。翕相。哇！一講啊，見面係是母咪。 警察工厂啊！警察工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是小吉啊，係啊，歡迎來聊，又係我媽媽，哇，歡迎來聊。你好。聽講你哋為了個警察工廠有百年嘅歷史咧，係啊？ 係，呢茶工廠日本書台書的是起來。好，咁媽媽你係柴田人哦。係。哦，柴田人啱頭擺是開始
应该要摘叉咯。要摆摘叉、剪叉来卖的。我就还有日本时代是留下来的做菜的机器，我等下同你去看。好啊好啊，咁 anytime 两位落去哦。按照落去看。好。阿弟姑，你来看，这是我亚太时代、日本时代是留下来的机器。你啲俩机器我都嘛解么？長馬甲，你看佢哋長馬甲。木蓋。木蓋啊！幾個年啦？你一長木蓋。係長木蓋，你係吼脱菜的機器。你看佢有幾年的歷史咧20年。唔止，19團。30年。80年。唔止，很哪久。很哪久。10年。也有90年的歷史咧。你看，你係跳擺吼，做菜吼，我有英俊，係，所以你看你英俊的派嘅是到你機器上跳，跳擺吼，有兩種嘅做菜派，你就做咧做菜，冇為本件菜做起來。阿姨，那兩台機器還做得用嗎？兩台機器吼，兩下好少用咧，但是我就還有拍台做得用，等一下幫你做得試試看。好。你咪係啊？係哦，還要從摘叉姑娘麼？當次哦。當次哦，咁你要摘過叉麼？冇。我咪冇摘過叉，咁你嚟問阿婆好咧啦。阿婆，講我哋用板摘叉好嗎？好，跳板人摘叉哈，我看你心兩日，從兩人哈，你心哦，你要兩日哈，按喜歡卡，按扎個嘢先。卡頂。卡頂哈，你要後背呢。哦，攞啲叉孔起來。按插。哦，好，孔頂，阿用起。左手扎，前手尾啊扎，兩隻手扎。前手尾啊扎。係，哦，按插弟弟按扎插嘅哈。阿用起扎。係。阿用起扎。好，按緊扎，按緊扎，好。阿婆，我做乜教我摘住心兩日？你摘啲嫩嘅部分啊，等下你去做嫩嘅時啲啦哈。啲吼外觀會下醬，會下醬，係下香。我哋要摘好嘅叉入我邊地嘅掠地度，啊掠係乜嘅東西啊？係兩人講咯，雷公啊，摘叉係雷公。嘅摘好嘅叉入要聽我用雷公種哦。係，掠雷公嗬。總得用塑膠才種。塑膠啊，嗬，佢會吸到嘅叉會風踢唔好。因為雷公嗬有痛風，所以你用雷公種。摘叉愛摘。茶心嘛，皮皮耶，再來超上見阿婆，咁你見咗嗬，咁我是重睇了，表示我摘好了。你歌聲按好啊，你慢慢從喺慢慢摘哦。係啊，看我阿弟姑，轉去有認真哦，我摘到了好溜麥咯。好，節目來了，小小攝影師阿弟姑咧。
我用股票来帮人妈妈找茬，没有嘛？好，来了。检查一下，有没有？有。来呀，听过来呀。这是我妈妈的菜菜。你要去好的哦。我去冻河。去紧哦。那要强一些捧凤茶。没错的。做嘢好充滿練強強。好，你食出嚟時陣，你皮下該配個地方。冻香冻甜。因為吼，倆捧鳳茶，你嘅茶醬吼，本小綠葉蟬，叫做松秧。松秧。小綠葉蟬係佢嘅學名，按個學位叫做秧。秧。本小綠葉蟬拗到是叫做松秧。松秧。松秧嘅茶吼，做出來是有一種香香嘅那種蜜香味。阿姨做乜嘅春拗個味有特別嘅味道？因為吼小綠蟬拗到該茶槍嘅時陣，該茶樹嘅傷口是會分泌一種汁液。那特殊的汁液呢，佢目的是為了吸引小綠葉蟬的天敵，來把小綠葉蟬吃掉。含家特殊的汁液，經過做茶的程序之後，走出來的茶吼，是有它特殊的蜜香味。你們家的茶好好喝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手不會抖。8、9、10，够几眼？结果发现你只有眼睛换角度哎。对呀。继续剪啊，继续剪。快没力了，加油啊！你們家的茶好好喝哦。謝謝。阿弟姑，你家唔係問講，你脫茶嘅機器做得用麼？係啊。也兩台咪全部做得用。哦。也兩台全部咪超過90年的歷史嘅機器。和茶槍啊是變到倆比白，還是你按開始攞？攞茶。脫茶。脫茶。你啲愛脫幾久麼？係做風茶嘅時間？唔知。差不多幾久？1小時。愛去看呢？你去看呢？有人嗎？好啦，好開始哦，啊開始計時1點鐘哦。有茶槍哦。你想有茶槍的啦，啊你倆脫1點鐘哦。該你兩個做得走咧，不可以脫1點鐘。
阿公阿婆一定好。哎，这种单位吼有。咱喺度讲掠到，又种水哩，系那个冻球跳摆水哩。咁讲啊，种含地讲像那种嘅水哩，系嘛个品种个啊？那跳摆因讲是喏网山哩，吼，掠因水哩网山哩。你浪喺新埔种系加10年嘞，吼，30年啥咯？新埔哩。咁那种台北种是我都问。台北哩。台北哩啊！系啊，咁那种台北种还是台北哩啊？系啊，嘿。咁从到种掠种几球嘞喏？我掠种40年有咯。阿婆做得讲爱看嘛个，按照网山哩，还有新埔哩。好。也是处理啊，也处理咩处理？哦，皮好处，又毛处，又发动态，还有发电，从伊木柱咯，木柱动态只个，哦，你是高接哩，油哩，咩可能？哦，你皮是油吗？然后你处，你是处，哦，声音区别啊。哦，这俩种系离冬天哦。它有它的风味，那小鱼米血。好了，小鱼都不爱掉去。哇，你做个水溜呢？好了。你也有水哩啊，我讲，这个皮又好喷滴了哈。我讲皮阿婆很强哦。系啊。速度熟哩的速度很强哦。哦，专家嘞。哦，专家。呜，来，阿弟过来。那我试看。好，谢谢啦。好，哎。唔行啊，你听我说。唔嘛，来。你阿公让我拿，还想做个事。冬天嘛，水分冻够诶。哎，那俺小油梨啊，好，油梨吃些。一个你还冇颜色，也了醋皮也是感觉嘅，肉汁不下醋下色的我错吗？醋皮也就是好带一点点酸味。所以讲，俩梨是最黏淡咯诶。哦，最黏淡的就是醋皮，就是像阿公阿婆几多石头呀，对啊，在市面上也冇俩种系水梨好卖咧。真紧呢。嘿，像俺有俺做诶，俺啥酱油。贴片溜诶，贴片溜。贴片溜诶，酱油。俺包。咋？你来到两个水墘。你看嘛个？因为俺有看过做猪嘅样片。有呀。你告你。你还告爱？好该爱问你哦，你阿嘛个东西？猪酱。猪酱。跟先让我讲猪酱有蛮做猪。你咪讲硬强，嘿嘿，讲唔出来了哈。我看哦，你冇流开咧，你看隔壁两位先生。老公，先生好。哦，你安强哦。是看过做鸡是会做鸡的哦。哦，最好哦，今天开始教你用慢音做鸡，你系做好嘅鸡酱，你系做鸡，收落去。唔敢咩？你水流肚，然后你鸡酱，落到去润啊，你是该溜鸡嘅该苗啊。啊！你说45度夹放下去，平嘞，拿起来。哎，好像是一种鸡。哎，又是一种鸡的啊。哎，你这个好吃的，叫它有。哎。哦，羡慕不见了啊！羡慕不见了。错。问好，咋个啦？45角度。好，落去，平，然后可以。
哦，巧嘞，不镜头看呀，镜头看一下。你係你做嘅豬，你係應該做嘅豬，沙屁股，對。做事甲志强又慢起来，我哋喺人讲吼。好。甲志强呢，甲贵族啊，那是如何一细节的吼，如何一些是会摕到了未来。哦。系摕到了未来，然后去搭落按，甲有搭墩的吼，然后去搭去吹一吹，还是变落了轮，轮塞轮下了吼。是落去轮袂去个含面豆，含面豆，嘿，迄面那些就是会变到志强。哎，啊，毋过安尼对吼，你咩可能？你系太杀菇啊？太杀菇嘿，你太杀菇？咱有两三百斤哦。线上高机讲用蛮来，你用了去定来的。按这样叉叉来吼。叉叉来，叉叉来，叉叉按来，啊，你请样来。开始哦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，来一片，来一片，加油！好，来地图嘞。我讲哦。你啊，透過用牛來嚟一下酒呢？哦，我睇牛食牛強下來做咩麼？好，把全羊一嚟好哈。好嚟，嚟練牛啊，係不練牛啊哈？練牛啊，好似。你看嘞。因为自家出去了解感觉是系当轻松嘅，不过咧，因为有很多嘅工作人员大家穷下来按辛苦来停休，所以我会祈祷讲，尽管某个事情来团结大家嘅合作，尤其土地生意啊，做得本嘅延续当到嘅，因有关客家嘅文化、客家嘅历史，我祈祷爱用系当好嘅一件事情。做得老人嘅穷下希望当好，嘅汉白。喊我來了，喊我來了哦！哦，咁安尼漢白當然來了好咧，唔是讀書嘅啊。喊我讀書啦，我讀書啦，我認真讀書啦。是我媽媽嘅猜測。你係好好哋哦，我係當好。最近哦，我讓佢上網哦。係啊。哦。慢啲哦。慢啲哦，你即刻。我用慢慢哦，同阿婆講係摘叉，摘叉我摘天咧，一眼停埋眼是摘到天光咧。